哇！呢個左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負責破壞你哋頭髮健康嘅頭髮小惡魔 Serena。哇！你哋啲頭髮咁濃密嘅，唔怪得頭皮魔王要派我落嚟睇下點解最近業績越嚟越差啦。聽聞有間護髮公司個名叫做發再生，成日嗌住句口號，阻住我哋搞破壞啊！佢哋有3大王牌，紅色嘅控油止癢系列，黑色嘅防脫育髮系列，新出嘅去白抹黑系列，由頭禿頭白頭髮，通通都俾佢搞掂，搞到我哋頭髮惡魔頭都痛埋。哼！一於等我出馬，解決呢個咁難對付嘅對手啦！睇住嚟啦，第一招 Serene Sweet， 令你哋成頭都係油啊！你哋啲都市人生活壓力大，又成日過度清潔頭皮，咁就梗係俾我乘虛而入，刺激你哋頭油分泌過剩，養晒啲細菌喺入面，等你哋個頭痕到一拗，啲頭皮好似落雪咁啊！哈哈哈！咦，你個頭幾靚喎，仲諗住變下你添？點解啲魔法唔 work 㗎？我個油頭去咗邊啊？哦，原來係你，原來係發再生嘅紅色包裝控油止癢系列洗髮露同藥液喺度搞破壞。佢裡面有蒲公英灌種呢啲止痕嘅成分，可以去除頭皮痕癢，去除頭皮，仲可以控油添。咩話？洗頭水仲要係 pH 5.5至6弱酸性，簡直係全方位守護頭皮啊！哼，好啊，唔怪得可以阻擋到我第一招啦。我唔信你阻擋到我第二招 Serene Sweet， 令你哋啲頭髮甩清光啊！正所謂少壯不養髮，老大徒傷悲啊！你哋啲都市人成日都捱夜，又成日亂用有化學成分嘅頭髮用品，咁就梗係人未到中年，頭髮已經甩清光啦。你條髮線同你嘅青春一樣，你唔 keep 住佢，佢就會跑得越嚟越遠。哈哈哈！咦，咁多頭髮嘅，有邊個阻住我變魔法啊？哦，發再生又係你喺度阻住我嘅魔法。呢個咪發再生嘅重拾自信套裝，黑色包裝嘅防脫育髮系列洗髮露同埋藥液，裡面有何首烏、當歸、人參呢一啲嘅成分，可以防脫固髮，減少稀疏，仲可以令你哋嘅頭髮變得烏黑濃密有光澤。唔怪得可以令你哋重拾自信啦。哼，睇嚟我要出絕招啦！ Serene Sweet， 令你哋白髮蒼生淚兩行啊！白頭髮係老人家嘅象徵，但係你哋啲都市人生活節奏快，壓力大又成日捱夜，咩無囊黑色素細胞都俾你殺晒啦！越嚟越多嗰啲少年白啊、青年白出現㗎啦，有白頭髮個樣即刻老20年㗎！哈哈哈！發再生今次仲唔夠贏到你？唔好啊！今次又邊個阻住我變魔法啊？哦，原來係發再生新出嘅去白抹黑系列洗髮露同藥液，佢裡面有何首烏、女精子呢啲成分，可以激活黑色素，修復細胞，預防白髮增生，仲可以令你哋啲頭髮新生出嚟變翻原生嘅黑色。唉，睇嚟 Serene Sweet 輸咗俾發再生啊！我個頭好痛啊！有首歌喺度轟炸我個腦，我個頭包啦！我要唱出嚟啦！發再生 Hair Again， 先紅後黑烏好髮。
3蚊正到，我呢個頭髮按摩都忍唔住幫佢賣廣告啊！唔記得嚟工展會發著新嘅攤位做免費頭皮健康檢測，仲送洗頭水旅行裝添啊！聽聞佢哋嘅攤位係5B 至20、5B 25至28，我都去問佢哋拎贈品先。我哋發著新嘅攤位見啦！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嘅表演呢？記得 Serene Suowin 好需要大家嘅一票啊！記得中意我嘅朋友仔投我3號趙卓林 Serene Suowin 一票，一齊令我呢個花名成真啊！多謝。